拍到倒一段路，你有后悔的代志无？当然嘛有，是人事。若是会当忍耐，你袂做永远。咱拢曾经少年人目屎，真侪代志袂晓怎意，尤其是对歹心爱的人，是因是无够关心，是因是无够体贴，是因是严重含屎，想当时的痛甲密闭，你敢拢总袂记得留了，把你好卡的脚本还袂演煞，你就无爱搁演啊，这一切你将作因体予缘分，原来你拢无责任嘛。如果时间会当停来，你有想过要安怎做嘛？一句无种出嘴的是你，一句袂负讲的我爱你。原来是伊是袂甲伊讲，是面是袂甲伊讲。如果时间会当点来，你有想过要安怎做嘛？一句都讲出嘴的是你，一句袂负讲的我爱你。你若是明示袂甲伊讲，是明示袂甲伊讲，甲伊讲。